乡亲啊，有遮尔啊好康的代志，关会送金啊！台中关会中心讲，目前的库存费量剩5.8天，已经比安全库存7天较低了。为着要甲人催出来关会，有一间妈祖庙甲附近的金仔店合作，只要关会关500cc，就送一箱0.03钱的黄金妈祖，换算市价超过1000块，也毋过只限量100份。果然一透早，这个6点，民众就排队抢要来关会。台中中区一间妈祖庙举办关会活动，下早就来超过150位民众抢咧关会，因为这摆上的关会礼品是妈祖的小红包，内底妈祖是用金仔落去拍，当中有0.03钱，这一份礼品市道介绍就超过1000。几点来排队？6点。早上呀？对。那你是哪里人？新竹人。你大概几点来？7点多来。7点多来。你这样排第几个？77。跟我朋友76。真侪民众有固定关会习惯，加上这摆关会礼物是庙方和附近的金楼合作送的黄金妈祖，金楼准备100份黄金妈祖的红包。活动9点开始，号码牌1万2就发了。会馆员民众就当摕号码牌去金楼花。因为黄金现在市价很高，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保值性的一个商品。业者讲，即摆上新的金额介绍一钱就要9420几33，不过为着会库存量，就来拍手送金哈。因为根据台中关会中心的统计，5型的会较欠会，库存量敢若剩无够6空，已经比7天的安全库存量少。加上这几天的落雨，关会人少，预计会库存量会搁再继续降低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